台中市第3分局的健康派出所一个姓肖的警察，顶个月帮一个19岁被害人做笔录，落尾说利用公务做理由对人高甜，搁卡来手来，被害人是真痛苦，厝里的人嘛唔敢去报案，所以去向民意代表来申诉。这个警察已经被调职，嘛得接受调查咯。这个查甫人走去受害者因家门口，伊就是姓肖警察，利用刑案件口外的物件做理由，想要走入去受害者因家。进门进前，佫有确认敢有监视器。现在还有装监视器啊？你这还有装监视器啊？虽然受害者强调有监视器，不过姓肖警察依然是伫咧受害者因家甲伊硬揽，佫卡来手来。这受害者是惊甲唔知要安怎，这阵依然是身心受创伤。我不敢反抗也有，因为他是警察，所以我怕我可能有反抗的动作，就是可能让他受伤了，还是怎样的，他会来告我。他跟我说出去半个小时，那就可以给我5万块。受害者表示，顶个月31日，因为甲男朋友的老母发生纠纷，姓肖的警察伫咧派出所甲伊做笔录。不过事后，煞是连续几多天打电话给伊。这个月初3，甚至是去因家甲伊性骚扰。他是警察，他也知道我家住在哪里了，他也知道我家的电话了，那也知道我女儿的电话了。我举报了，那他会不会来报复？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在家，我几乎都在工作这样子。受害者好认双方已经真熟悉，而且受害者的老爸嘛表示，因为警察知影因的资料，烦恼去向报复，唔敢报案。伊直到16才甲面带真情。警方即阵已经介入侦办，除了甲这个警察调离开关单位，嘛会研议相关的处分。拥抱等疑涉猥亵的行为，为调查厘清案件的事实，已经将肖元先行调离原单位静候调查。警方表示，这个警察已经做18年，而这间派出所嘛已经做6年。事后，伊是辩讲对受害者有好感。警方除了严格惩罚，这间派出所的主管嘛去向记申改处分，而且由妇幼对造成专案小组来侦办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